咱嘛继续伫主的面前来祈祷，特别为着今仔日主日崇拜来祈祷，为着咱家己来祈祷，求上帝引带咱，互咱伫主日崇拜当中会当用一个敬虔的心，专心来仰望上帝，专心来敲找上帝。求主赐予咱有精神、有气力，互咱会当伫敬拜当中，伫听道当中，拢会当专心来敲找上帝的心意。专心来仰望上帝的带领，咱就特别为着今仔日的崇拜来祈祷，为着所有服侍同工，求上帝赐予咱拢有伫当中有气力，会当伫当中会服侍，会当带领所有兄弟姊妹，搁一摆来进入到伫上帝荣光的同在当中，为着所有来到伫礼拜堂当中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赐予咱有一个专心仰望上帝的心。咱就伫主的面前，专心来倚靠，专心来学乐，来敬拜伊。咱当心开嘴来祈祷，请听从主，听从的阮的主，阮的上帝。主啊，求你赏赐予阮，当阮感觉阮会拄久，当阮感觉阮的活命真野生的时阵，主啊，阮就来到伫你的内面，阮会当得到上帝你的充满，阮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稳定带领，因为你真正是。因带阮的主，恁真正是帮助阮的主，恁真正是互阮的活命会当经历上帝你的同在，倚靠的主，阮就伫主你的面前讲：上帝啊，阮要来学到你；上帝啊，阮要来感谢你；上帝啊，阮要来仰望你的名，阮要来仰望上帝你的救恩，仰望上帝你的听从。主啊，愿你亲自引带带领阮，互阮伫敬拜当中，互阮伫主日当中，阮的会当经历上帝你奇妙的恩典，阮的活命伫当中看到上帝你美妙的心意，看到上帝你奇妙的听从，引带阮行人生的路，让阮的心仰望你，倚靠你，伫主的内面，阮得到永远我的平安。感谢你，只有你是阮的主，只有你引带阮行人生的路，让阮的心就来追求，就来仰望上帝你的圣尊名。会当伫阮的活命当中显出阳光，搁较阳光；学乐，搁较学乐。愿感谢你，愿颂赞，愿阳光拢归乎你。谢谢主，赞美你。听从世间人的主上帝，愿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为阮来死，定十字架。并且对死搁活，互阮会当经历上帝你赏赐予阮全新的活命，倚靠你的活命，一个为你来活的活命。阮感谢你，经过受难周，经过过偌济，互阮经历着上帝你伫阮活命当中所赐予阮极大的愿望。愿阮的心继续来仰望你，继续来跟对你。互阮一生的道路会当对你来行，祝愿你赐福，互阮伫每一礼拜的礼拜日，阮就来到伫你的面前，用阮的敬虔感恩的心来仰望你。愿你的引带带领，继续踮伫阮的活命当中，伫每一天的生活，愿阮的心独独要来倚靠你，独独要来敲找上帝你的恩典，你的引带。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主，下面时间咱就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咱今仔日的主日崇拜。咱请敬虔兄来报告。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大家好早。平安。昨去城台听演讲，要回去，再正班正要回去健康三家，差不多电反年发现讲我落地一个皮包放伫个新华拢无抓出来，落地无半仙钱。伊怎摕钱要借我讲毋免啦，毋免啦。我等下倒转去新华哦。想想讲，哇！佮转去甲新华，佮明仔载去教会，对遐个拼啦。怎规期带都全好真正。
早起就安尼，祈祷看卖讲，看我的钱柜仔内底，看有藏一寡私完钱无？一个甲懵了，去讲哇6000块呢，可袂歹。上帝恩典拢够咱用啦吼。哦，我来做消息啊！我有炸一罐即落白果啊。我发现咱的教会足济，迄个咱坐这吼，拢美利亚帮拢是我晓晓。恁若爱用，像我头前迄块。我著甲煮一寡落去，甲糊咧，安尼就好嘛。无你著一个遐晓个，安尼规个吼啊，歹看甲吼。逐个我甲放大招待桌遐，若要用拢使用吼。好，来做消息报告。廖牧师夫妇伫4月20下晡到5月初2外出去参加土耳其的迄个保罗行踪的课程。请为牧者的行程来平安带导。第二，今仔日4月27下晡3点 ，YMCA 伫社福大楼前面南岛路东段举行爱甲希望的研游会，欢迎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支持 YMCA 伫即个社会工作的即个时间。5月初3礼拜六，伫小西门里活动中心，咱要举办母亲节联欢会甲健康的讲座。下晡1点半有即个繁文箱包的 DIY， 参加的对象本社区的里民。下晡是2点半庆祝活动，欢迎兄弟来参加。第四，5月初4下礼拜日的下晡2点半，将伫这个南华里活动中心举行圣安圣教会开设礼拜，敬邀兄弟大家做伙来参加，做伙来献上感恩祭。持续来仰望上帝的带领，请到招待桌登记，方便统计人数。到今仔日截止，教会招募华语堂招待同工3名，服侍的时间礼拜日的早起时10点10分起到崇拜结束，每月日轮值服侍一届。鼓励已经受洗的兄弟做伙来参与这个服侍，请向虔诚之士来报名。以上，敢有补充报告？若无，咱要请敬拜团。各位兄弟平安。家己倒面正面的兄弟，甲因讲。我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甲你做伙敬拜，是。所以来到主的殿院内面，咱的心欢喜，咱的灵跳跳，因为咱的主就甲咱同在。好，主的灵伫倒位，倒位就有自由。所以咱爱欢欢喜喜来唱歌，来学乐上帝。所以爱拍开咱的心门，用咱的嘴，用咱的心灵来大声唱歌，来学乐敬拜上帝。好，咱为咱的座位起立。今仔日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子，咱同心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乐伊，来荣耀伊的名。哈利路亚！我要开嘴，我要学乐高彼得，因为救主阳光今日就要临地面。我心跳跳，我心欢喜学乐主，伊都叫阮今日就要临地上。同应伊都开心敬拜，我主上帝，天下万国拢会歌声唱和乐，哈利路亚，阳光
心着跳，我心欢喜阿乐主，基督叫阮今日就要恁地上，恭敬基督虔诚敬拜，我主上帝，天的万宝万国拢要也相求安乐，哈利路亚，也降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我要开嘴，我要阿乐到天光，因为救主应光，今日就要恁来临，我心着跳，我心欢喜阿乐主，基督叫阮今日就要恁来上，恭敬基督虔诚敬拜，我主上帝，天的万宝万国拢要也相求安乐，哈利路亚，也降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恭敬基督虔诚敬拜，我主上帝，天的万宝万国拢要也相求安乐，哈利路亚，也降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恭敬基督虔诚敬拜，我主上帝，天的万宝万国拢要也相求安乐，哈利路亚，也降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哈利路亚。今仔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子，咱来到主的殿院内面，咱的心欢喜着跳，因为主的阳光就要临到这个地面上，主的救恩就要临到这个地面。这是咱来开声来学乐这位大权能的上帝，这位伟大搁奇妙的上帝，伊是救赎咱的活命，伊是救赎咱为死搁活，伊救赎咱，互咱得到新的活命。这是咱来开声来感谢这位大权能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学乐你，要来感谢你。今仔日是你所定定的日子，主啊，你的百姓来到你的殿院内面，就是要来学乐、来敬拜你。主啊，愿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是因为上帝你的恩典，你救赎的恩典临到阮每一个人。主啊，阮知影，阮得到救赎。主啊，你也要互济者，也要记捌你的百姓，有缘会当得着安尼救恩。上帝，你就是光，上帝你的光在照遍全地，互全地百姓拢会当来看见主你的阳光，拢会当得到这个救恩。主啊，阮感谢你，我要来学乐你，唯有你是全地的主，唯有你会当互阮会当得到这个活命救恩。主，阮感谢学乐，哈利路亚。我要开嘴，我要学乐到天光，因为救主阳光今日就要临来面。我心着跳，我心欢喜学乐主，基督叫阮今日就要恁地上，恭敬基督虔诚敬拜，我主上帝，天的万宝万国拢要也相求安乐，哈利路亚，也降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恭敬基督虔诚敬拜，我主上帝，天的万宝万国拢要
上上大阳光，拢要归予咱的主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坐。主，阮以感恩虔诚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你救赎阮，为死亡的权势，进到上帝你光明的国度，互阮得到囝儿的名分，互阮会当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正做阮的瓦靠，互阮无惊吓，互阮会当行伫上帝道路内面，因为有主甲阮同在。主，阮要感谢你，阮要跟对你，阮的一生拢要行伫上帝你的道路内面，阮一生拢要来服侍你。主，阮感谢你，哈利路亚！因为你的名超过万神之上。超过万民之上，是耶稣宝贵。生活命，我无需要忧伤嘛，不免靠打拼，靠着这命坚强，所有的满就伫这。有耶稣宝贵的名，正做咱的瓦靠，互咱即时无论咱的心咱的所拄着环境是如何，
咱来单单来仰望耶稣基督，靠主的名，咱会当赢过这个世界，赢过咱这这的艰难、这的挑战、这这的软弱、这这的病痛，也互咱会当专心来仰望伊，互咱会当知影耶稣基督是咱一生上大的倚靠，也互咱专心来对主来行，互咱无互这个世界这这的代志来污染咱，来吸引咱。是咱爱单单归向耶稣，单单跟对耶稣行这个天路，也互咱真知影咱伫这个世界，咱毋是属伫这个世界，咱是属伫耶稣基督，咱是耶稣基督的囝儿。主啊，也互咱真正看到，咱所要得到的是新的活命，是这个永远的福分，永远的救恩。这是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也为着教会来祈祷，也互咱真正看见上帝为死国活的这个国活的大能，要充满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充满伫咱的家庭，也充满伫教会。这是咱开声来祈祷。主，我们奉你的名来祈祷。主啊，你的名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你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主啊，我们来倚靠你的名。主，感谢你，互阮得到新的活命。主啊，你为是国我的大能大力，主要来充满伫阮的活命内面，互阮无论拄着什么的艰苦，拄着什么的困难，拄着什么的挑战，上帝，阮拢知影。主啊，靠你的名，阮就会当赢过。靠你的名，阮就会当真正活出上帝你荣美囝儿的这个位分。主，愿感谢你，我们常常来学到你，来感谢你，将阮的活命献伫你的面前。愿你来充满你的囝儿，充满伫你的教会，真做是一个有快乐、有能力、健康的教会，荣耀上帝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教会要来高举你的性命，教会要来举起这个你的军旗。主啊，我们来到每一个所在，拢要来传扬主你的福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超过万民之上，是耶稣宝贵的名。由我带你希望，予我得到新活命。我无需要忧伤，嘛毋免靠打拼。靠着这命坚强，所有的满足伫这。我要欢喜来作声，大大乐主的名，使我稳定至到了，奉献我生命来感谢。我们靠你的名，教会要向前来行，互阮会当真正伫上帝你的引带内面，会当来征战来得胜。主，互阮会当真正主你为阮来死，阮要为你来活，要活出耶稣基督国我的活命。阮要起来奋起为耶稣，这是咱请兄弟起立。
用这首的诗歌来加做咱的宣告，一生奋起为耶稣，奋起。所基督，阮是你的精兵，阮要跟对你来行，因为阮所看见这个世代是属魔鬼的。主啊，也互阮会当教会起来，属伫你的儿女起来征战。主，阮毋是教属血气的来征战，是教迄黑暗的权势来征战。主啊，你要赏赐互阮，伫你的面前有能力、有困难，阮会当靠着主，会当击退这一些的仇敌，这一些的魔鬼。主啊，互人的心会当夺回来归向耶稣。主，阮感谢，阮学了你，阮要一生来服侍你，阮一生要来做上帝你所欢喜的工。哈利路亚！奋起，奋起为耶稣，专心靠主灵命，热心无你人这就完全靠主供给，竞争不是命飞的，不通过去过去，小灵群众着情的，敬诚的我无说，奋起奋起为耶稣，奋战是你无罪，今日随着感歌声，明日就走开过，用心修咱的心情，必定我命冠冕，家主当时个当我刚阳光欢迎嘿，奋起奋起为耶稣，奋战是你无罪，今日随着感歌声，明日就走开过，用心修咱的心情，必定我命冠冕，家主当时更我当阳光欢迎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教会的元首，愿你来引带阮、带领阮、激动阮的心，互阮奋起，为着你来征战。为着这个世代，阮看见黑暗的权势，阮看见济受敌的攻击，一直来攻击教会。主啊，阮求你，你来带领阮，你来引带阮，使互阮有一个坚强的心，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会当伫这个世代当中。会当借着上帝
你的心意，借着上帝你引带，阮的心要来挖靠你，要来仰望你，要来伫这个世代当中来为你的名做见证。主啊，求你引带带领，互教会伫这个世代当中得到对你所来的权柄甲能力，伫这个世代当中会当帮助人，会当医治人，会当互咱伫阮的活命当中看见上帝你的荣光，看见上帝你的疼痛。愿你亲自引带带领阮，互阮伫这个世代的征战是为着你的名来征战，互阮伫这个世代的征战是会当荣光上帝你的名。愿上帝你亲自引带带领阮每一天的脚步，对你来行，为你来活。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咱同心用使徒圣经，咱真做咱信用的个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忍耐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叫我后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信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三通，罪得赦免，肉体叫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下面启用文是第17篇，我来启兄弟来引，好的所在咱大家做伙来读。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富的慈悲度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结除我的罪。因为我知影我的过犯。我的罪常伫你的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你所喜爱的是心内诚实。求你用牛车草洁净我，我就清气。求你洗净我，我就比洗搁较白。上帝啊，求你为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予我游玩得救恩之乐，使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你本无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小姐，你也无喜悦。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无轻看。阿门。下面的时间，咱请少伟传道来正道。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带领，互咱搁一摆会当伫礼拜日早起时同心来敬拜咱的上帝。请咱同齐来掀开周报的第4面，也是咱有早咱家己的圣经，咱会当来掀开。伫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6章13节到28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28节。现着，请咱着同心做伙来上读这段的经文，有较长的经文吼，咱着同心有耐心来上读这段经文，请。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讲：人讲人子是谁？因讲有人讲是行洗礼约翰，有人讲是以利亚，阁有人讲是耶利米，也是先知当中的一位。耶稣讲：恁讲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讲：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囝。耶稣对伊讲：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毋是受迄嘛的指示你的，乃是我伫天顶的爸指示的。我搁要甲你讲，你是必定。我要甲我的教会去做伫这磐石顶，阴间的官兵袂当赢过伊。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互你，既然你伫地上所捆绑的，伫天顶也要捆绑；既然你伫地上所偷放的，伫天顶也要偷放。当下耶稣吩咐门徒，毋通对人讲伊是基督。对安尼，耶稣较指示门徒，伊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真济的苦，并且受抬。第三日过活，彼得就诱着伊，劝伊讲：主啊，万不通安尼，这个事并无临到你的心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讲：撒旦，退我后壁去吧！你是看我的脚的，因为你无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对安尼，耶稣对门徒讲：若有人要跟对我，就当舍己，为背起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因为既然救家己的性命的，必丧掉性命；凡为我丧掉性命的，要得到性命。人若趁着全世界，买上家己的性命，有啥物益处呢？人阁会当摕啥物来换性命呢？人主为着伊的荣耀来，当着正使者降临，迄个时阵，伊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甲恁讲，徛伫遮的有人伫还未当死的进前，必要看见恁主降临伫伊的国的内面。阿门。咱圣经读到遮，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基督，阮仰望你，阮感谢你，感谢你借着每一摆，你对你的门徒的教示引带，互阮伫现今的世代，阮犹原会当知影，阮要怎样伫即个世代当中继续成做你的门徒，继续对你来行。愿你亲自引带带领下面的时间，互阮伫上帝你的话语当中，阮嘛借着听道继续来敬拜你，借着听道领受上帝你的启示、你的心意，互阮知影伫即个世代当中，阮的活命要怎样为你来活。愿你的恩典引带带领阮下面的时间，互阮有精神、有气力。专心听主你的话语，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要继续来分享伫马太福音的经文当中，就是耶稣的门徒班讲道当中，咱继续要来看见马太福音第16章的经文。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题目是天国的见证人，天国的见证人。咱要见证什么款人呢？咱要见证的，就是迄位为咱的活命钉死伫十字架顶，并且对死搁活的耶稣基督。伊是咱的救主，伊是咱活命唯一的倚靠。亲像牧师定定伫讲道当中会甲咱分享的，咱爱知影，咱爱相信，耶稣基督毋是教主。耶稣基督是救主，耶稣基督毋是教主，耶稣基督是救主。这是啥物意思呢？这意思就是，咱毋是来信一个宗教，来对一个宗教的教示，咱是来跟对耶稣，因为耶稣已经为咱来死，成做咱的救主。咱就爱用咱的活命来为伊来活，所以。教会伫即个世代当中，有一个真重要的职分，真重要的使命，就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所以，咱若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咱就爱来问一个问题，咱就爱来先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耶稣是啥呢？耶稣是啥物人呢？我毋知伫
咱大家人的心内面有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啥物？应该来讲吼，咱的答案应该爱是共款的啦。所以咱才会坐伫遮，诚做一个教会，诚做基督徒。但是伫这个世间，其实有真侪人还阁毋捌耶稣基督是啥。我就用这个问题吼，我就来问这个 AI 啦。AI 吼，就是我若问这个 AI 吼，我就讲，我请问耶稣是啥呢？啊，这个 AI 就甲咱讲安那哦，伫基督信仰，伫基督教的圣经记载当中，耶稣是啥物款人？啊，就基督教相信耶稣是为着世间人的罪，钉死伫个十字架顶，正做大罪的羊羔。这是 AI 甲咱讲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就是安那 ，AI 就是将世间所有遮的资料，就会当安那整理过，啊，就甲咱讲。但是这无一定代表讲，伊是安尼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安那，伊是讲基督教相信。但是安那，但是阁有其他的哦，比如讲，对历史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这个历史学者认为讲，哦，耶稣是一个安那真实的历史的人物，伊的活命对后来世代产生了真大的影响。伊就讲，哦，耶稣是一个伫宗教当中真重要、真出名的人物。啊，佮讲安那，佮讲有人讲安尼，有人讲安尼，有人讲伊是上帝的囝，是救世主，是即个基督，是道路、真理、活命。但是安那，对毋是基督徒的人来讲，伊可能就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家，是一个教师，是一个先知。所以，咱要怎样来明白耶稣基督是啥物？像，这是因为爱感觉讲，哦，这是照着咱的身份，照着咱怎样来明白耶稣基督这个人。若是咱的身份，咱毋是基督徒，可能就有一寡人会感觉讲，哦，耶稣基督就是敢若是一个人物，敢若是一个人安尼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伫遮来问伊的门徒，问讲：恁讲我是啥？恁讲我是啥？耶稣一开始，伊就问这个问题，伊先问讲：人讲我人子是啥？人讲我人子是啥？就是恁有听到真侪人咧讲我是啥物人？为什么？因为当时耶稣我之前捌讲过，耶稣引带伊的门徒是。伊就是伫犹太教当中，伊算是当时的犹太教当中一个门派，就是伊伫伊的门派当中，伊有伊的学生，伊带领伊的学生来学习旧约的律法。但是安那，甲其他的门派无共，其他的门派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有即个爱色尼人，即款的有一寡无共款的人，所以因对圣经的了解是无共款，因对耶稣基督的认捌嘛是无共款。所以伫遮，耶稣就先问伊的门徒讲：人讲我是啥？遮的门徒就伫当中就回答讲安那，有人讲安那，有人讲安那，有人讲是加西利约翰，有人讲是以利亚，有人讲是耶利米，也是其中的一个先知。这是有人咧讲，因有听到有人咧讲耶稣基督是啥物款人。这就亲像咱呐。伫今仔日的世代，咱就是安那，就亲像我头拄仔用的共款，咱就将即个耶稣是啥来问 Google， 来问 AI， 就讲哦，即个人是啥物人？但是安那，其实我无亲自去认捌伊，我是敢若听人讲耶稣基督是啥，我就来认捌即个耶稣基督。这是咱基督徒特别爱注意、爱斟酌的代志。为什么呢？因为咱信耶稣，毋是听人讲；咱信耶稣，毋是听人讲；咱信耶稣，毋是听讲哦，听人讲哦，信耶稣就好啦，信耶稣吼来教会吼，拢会得到啥物？会有礼物来，有啥物款？咱毋是因为安尼来信耶稣，咱是因为咱甲耶稣真正活命当中真实的关系，咱真正经历着耶稣基督救恩，咱可以当来到遮。来信耶稣，所以信耶稣毋是听人讲，信耶稣是真正伫咱活命当中对耶稣的救恩的回应，咱用相信
咱用咱的信心来回应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伫遮耶稣就继续问伊的门徒：安尼，恁讲我是谁？耶稣伫遮就讲安那，恁莫听人讲，恁莫听人讲，用恁家己心内面的想法来回答讲：恁讲我是谁？恁讲我是谁？这个时阵，西门彼得耶稣门徒当中的其中一个，伊就回答讲：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囝。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囝。这句话，我相信应该所有基督徒、所有伫教会当中的兄弟姊妹，应该拢爱安尼明白，安尼来相信耶稣。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囝。这段经文就正做耶稣对伊的门徒的教示当中一个真重要的经文，因为对这个时阵开始，门徒对耶稣的明白，唔是干那是一个先知，唔是干那是一个老师。伫这个时阵开始，门徒爱对耶稣的明白有搁较悬一个层次的明白，就是伊是基督，伊是永生上帝的囝。因是爱安尼来相信的，所以彼得伫这当中的回答，看起来是一个对即卖咱的教会来讲吼，是一个标准答案嘛。就是人若问咱讲耶稣基督是啥，咱一定会回答这个问，一定会回答这个答案。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囝。这就亲像咱若伫主日学当中，咱若拢在问主日学。伊个即个细汉囡仔拢问讲哦，伫咱活命当中，啥物代志上重要？就是安那，就是信耶稣啊，就是读圣经，就是祈祷。咱拢知影哦，这真重要的代志。但是为什么真重要？为什么咱会安尼相信耶稣是基督呢？这就是咱爱来思考的代志。伫当时的状况当中，毋是亲像已经2000年过后，即马咱会当。完全无怀疑，咱就会当讲哦，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囝。因为伫迄个时阵，当时的犹太人，因对弥赛亚还阁无有真正的认捌，还阁无有真正知影讲弥赛亚究竟是要怎样来成做因的救主。所以因还阁无安尼认捌，其实因就毋知影讲因要怎样来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当时除了耶稣家己称家己做救主、做上帝的囝以外，无有其他的人会称呼耶稣是上帝的囝。除了耶稣基督家己称呼伊家己是上帝的囝以外，当时无有其他的人会称耶稣做上帝的囝。但是伫这个时阵，因耶稣伊的门徒在伫当中有安尼的认捌，有安尼的相信，讲。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囝。这就是咱今仔日，咱要借着这段经文，咱来思考耶稣是怎样活出这个上帝的囝的身份。耶稣是怎样活出这个上帝的囝的身份？我先用一个比如来讲吼，这个就是伫旧年吼，有人伫网络当中咧传一个影片啊。这个影片就是讲安那讲这叫做海牛啊，海牛啦。咱看起来看着讲有一只，哪像牛跟哪像一个海豹啊是啥物的？这款的，咱会想讲，到底这是啥物款的动物？但是有一寡人，若是无知识的人，若是无知影讲，要对这个世间的动物唔捌的人，其实就会相信讲真正伫世间有这种动物哦。但是后来就有人咧讲讲这其实是假啦，其实是 AI 生成，就是将这个海豹的这个头就换做这个牛的头，就看起来那像牛同款。其实伫这个世间当中，充满真侪假的物件，充满真侪伫这当中，咱看到咱会分辨清楚。咱若是无踮伫其中，咱若是无真正去了解、去思考、去证明，其实咱袂感觉讲伊是假。所以伫即个世间当中，有真侪咱看到这个
无论是图片也好，也是影片也好，伫即个特别是现今的世代，咱若是看到，咱拢爱先思考讲，哦，这敢真正是真的，还是讲迄有可能是假的？咱教会当中有一寡同工伫昨昏吼去乌来信教会参加南部教区的即个儿童主日学的即个教师的即个演习会。伫这当中，就是讲到有共善协会即个同工咧分享到一个贩毒的即个教材。即个贩毒的教材呢，就是安那，就是讲到其实伊一开始就先介绍讲为虾米爱去贩毒，因为安那，因为伫即摆的世代当中，特别伫下一代的教育当中，其实已经有真侪咱所讲的假讯息，拢伫内当中。但是，若是遮个细汉囡仔，其实因是无法度去分辨讲这是对还是毋对。因可能就听讲哦，即个人讲安那，即个名称讲安那啦，即个真有名的人，也是即个网红啦，因拢即马吼，因拢看即个 YouTube 啦，拢听即个网红的话，因无咧听爸母的话，伊拢听即个网红的，就讲因讲安那，伊就是安那。但是因所讲的，敢一定是对的？无一定哦。所以这是伫即个世代当中，咱爱思考的代志。面对即个世间当中真济的代志，咱敢若是看到，咱爱来思考，这敢真正是真的？耶稣伫遮讲问伊的门徒即个问题，其实耶稣问的就是：伫恁心内面，恁真正是安尼相信吗？当彼得安尼回答以后，耶稣其实就会当知影讲：哦，这安那，这毋是彼得伊家己会当想到的即个答案，这是安那？这是受到天父启示，受到圣灵的启示，伫当中会当知影。所以耶稣伫当中，伊就回答彼得讲：哦，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毋是受迄去的人所指示你的，乃是我伫天顶的爸指示的。耶稣伫遮讲这话，西门巴约纳，哦，这真重要呢。为什么这句话真重要？耶稣敢毋捌称呼彼得称呼这款讲西门巴约纳，意思就是安那，约纳的囝西门。嘿，这个意思就是约纳的囝西门，巴的意思就是囝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讲约纳的囝西门。为什么耶稣特别爱称呼彼得叫做约纳的囝西门？因为安那，因为耶稣是为着要称赞彼得讲，因为你认出我的爸是啥，因为你认出我的爸是啥，因为你认出我的爸就是迄位上帝。耶和华上帝伫天顶的爸，所以伫遮耶稣就讲：西门巴约纳，我知影你的爸是啥，你嘛认捌我的爸是啥。所以这毋是安那，这毋是人对你讲的，毋是进前耶稣问的时阵，门徒讲有人讲耶稣是啥，这是安那，这是对天顶的爸来指示你的。所以耶稣对安尼来甲彼得讲。就算讲是即摆的世代，其实咱犹原爱知影，咱虽然拢相信耶稣是基督，就亲像咱拄仔咧上读迄个使徒信经共款，咱会上读使徒信经讲安那，讲哦，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囝，咱的主。咱拢会安尼来宣告来相信，这就叫做安那，叫做信用的告别。信用的告别意思就是讲，哦，我是安尼相信，我所相信的迄位上帝，迄位耶稣是虾米款人，是虾米款的上帝，咱安尼相信，咱就安那，咱就讲出来，这就真做一个信用的告别。所以，咱若读圣经，敢若亲像咧读一个标准答案，无有任何的怀疑，咱就爱来思考，咱的心内面。真正是安尼相信嘛？咱的心内面，咱认捌上帝的囝是虾米款的形象呢？这就是今仔日所要讲的主题。耶稣伫这个时阵，伊教导伊的门徒认捌伊是上帝的囝。但是耶稣搁较仰望的就是这个门徒未来是安那，是为着要
为这位上帝囝来做见证。若是无明白伊，若是无明白耶稣，安尼因要怎样会当做见证呢？咱会当想看觅，若是咱今仔日咱要别人来传福音，咱是要怎样甲人来介绍耶稣是啥呢？咱的角色就是亲像安那，亲像伫即个案发现场吼，案发现场就是亲像车祸啊，亲像即个命案现场啊，警察拢会去找着安那，找着一个目击证人。目击证人的意思就是安那，就是要你看到啥物，你就甲警察讲，就安那，伊就会成做一个证据。所以这就代表安那，代表讲咱所讲的一定爱是安那，爱是真实的，一定爱是真实的。安尼这才会当成做一个证据来定人的罪，安尼嘛。所以咱成做一个目击证人，就是安那，因为咱甲耶稣有关系，因为咱亲自认捌耶稣。所以，咱就爱来，世间人来证明讲耶稣是啥物款人，为什么咱爱信耶稣？这就是咱成做天国的见证人，咱所爱学习的代志。伫这个世界当中，有真侪人咧讨论讲，咧敲找啥物？敲找历史当中的耶稣。为什么爱敲找历史当中的耶稣？这是伫这个国家地理频道伊所做的这个节目，毋是干那安尼尔。伫其他有一寡册，也是有一寡学者，拢伫当中研究圣经的人，伊毋是干那对圣经当中来研究耶稣，伊是对历史的记载当中要来研究讲耶稣究竟是啥物款人？为什么因爱安尼来去研究？耶稣伫历史当中的存在呢？其中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就是安那。我最近读一本册，伊嘛是咧讲到历史当中的耶稣。伊伫当中就讲到，为什么爱研究历史当中的耶稣？是因为安那？因为真侪人信耶稣，是信安那？信家己所想的耶稣，信家己去想讲哦，耶稣应该是啥物款，我着安尼来相信。但是安那，但是这毋是真正耶稣基督的形象。真侪人信耶稣，是信家己想的耶稣。所以敲找历史的耶稣，毋是干那要证明讲哦，是真正有耶稣这个人。佫较是为着要安那，真正来认捌讲耶稣是倒成做肉身的一个真实的形象，就是耶稣究竟伫历史当中。伊是成做啥物款的形象，来甲伊的门徒做伙，来去教导迄个时阵的犹太人。这是咱特别爱认捌、爱了解的代志。今仔日咱就要对即个耶稣甲门徒的对话当中，咱来思考、来了解耶稣是怎样来表明伊成做上帝囝，伊有啥物款的形象来到伫即个世间。耶稣是怎样用伊的行动来显明伊是上帝囝？耶稣继续就对彼得讲：“我搁要甲你讲，你是彼得，我要甲我的教会起坐伫即个磐石顶，阴间的官兵袂当赢过伊。”耶稣讲这话，耶稣讲你是彼得，彼得即个名字的意思其实就是安那，即个名的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所以，但是呢。耶稣虽然伊讲你是彼得，但是这是一个谐音呐。耶稣要用这个谐音，意思就是安那，我要将我的教会起坐伫这个磐石顶，这个磐石就是起坐教会的基础。所以起坐教会的基础，毋是彼得这个人，是安那，是彼得伫他拄仔所讲的信用个别，是彼得伫他拄仔所讲的信用个别。我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囝。教会就是起坐伫即个基础的顶悬讲，哦，因为咱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囝，咱可以成做基督教会，成做一个军队耶稣的基督徒。所以伫当时无有真正咱即马所听到的教会。
马太伫遮所讲的即个教会呢，是一个集合名词，就是咧讲到哦，遮的军队耶稣的人，拢组成的一个群体，称作是教会。所以耶稣伫当中讲即个教会，伊继续就讲，伊的意思就是安那，甲人讲，教会起造伫彼得的信仰个别顶面，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囝。当咱有即个认捌了后，咱较来讲安尼，教会要怎样会当来见证耶稣呢？伊就讲，我要将天国的锁匙来赏赐互你。天国的锁匙是啥物呢？天国的锁匙就是讲到，既然你伫地上所捆绑的，伫天顶也要捆绑；伫地上所偷绑的，伫天顶也要偷绑。耶稣就讲到，即群受称作教会的人，因要做啥物？耶稣赐予教会锁匙，即个锁匙的功能就是捆绑甲偷绑，要行出亲像咱咧背即个主祷文当中所讲的。主祷文讲啥？讲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安那？伫地人亲像伫天人，伫地人亲像伫天人。这就是耶稣伫遮赐予教会的权柄。教会会当伫即个世间所做的代志，伫地人亲像伫天人。天国的锁匙包括遮的捆绑甲偷绑的动作。简单来讲，就是耶稣赋予教会的权柄，要伫即个世间来成做耶稣的见证人，而遮的权柄，要将天国的大能力带到即个地上，带来即个转化甲更新。而且有真济会当讲真济嘿，但是我今仔日无要将重点放伫遮，我要继续来讲到，虽然耶稣伫遮，伊讲了真济，遮的权柄，遮的能力，遮的咱所讲的是真正耶稣基督的荣光。但是安那？但是耶稣毋是安尼讲尔。当耶稣讲了，我要将即个权柄交互你的时阵，刷落来，耶稣就继续讲安那。当下，耶稣就吩咐门徒讲，毋通对人讲伊是基督，毋通对人讲伊是基督。为什么呢？当门徒伫即个时阵领受即个呼召，讲哦，我要成做耶稣的见证人，因心内面可能已经发出一个欢呼，一个真喜乐的欢呼，讲哦对，上帝赏赐互我有即个权柄。即马我会当用即个权柄，我要伫即个圣周来做见证耶稣的代志。但是伫即个时阵，耶稣就讲安那，恁毋通对人讲我是基督，恁毋通对人讲我是基督。为什么？即个时阵，耶稣卖互因去甲别人讲伊是基督呢？因为安那，耶稣需要门徒先认捌耶稣真正的使命是啥物？耶稣需要门徒先去认捌讲，耶稣真正的使命是啥物？耶稣交互门徒的使命是安那？是头拄仔咱所讲的，天国的锁匙交互因，互因伫地上安那捆绑、偷绑，这是耶稣交互，这是耶稣交互门徒的使命。但是耶稣伊家己的使命是啥呢？耶稣伊家己的使命是安那？是伊还未对门徒讲的，还未对门徒讲，所以伊先甲门徒讲遮个代志，但是讲恁毋通去甲人讲伊是基督，因为安那？因为爱互门徒搁较爱先认捌讲耶稣基督的使命。若是伤早讲的时阵，可能就会互人会去想讲哦，耶稣基督要怎样成做即个弥赛亚？但是其实安那？其实耶稣毋是照着伊的心意要来成就的。所以耶稣所讲的意思是啥物呢？耶稣所讲的意思就是，咱过去2礼拜，咱咧过受难周。为什么过受难周？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伫当中讲遮个话，讲对安尼，耶稣较指示门徒讲，伊必须要
上耶路撒冷去，受真济的苦，并且受人抬死，第三日过活。耶稣爱心受苦，爱心受死，这是耶稣基督的使命。虽然耶稣基督和教会有这个真荣光的使命，但是耶稣基督伊家己爱心承受这个受苦的使命。受苦的使命就是伊爱为着世间人的罪来定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咱就知影为什么耶稣爱互门徒先了解伊的使命，因为门徒若是无了解伊的使命，就会安那，就会亲像彼得共款。彼得听到这个话，伊就马上来甲主耶稣讲：“主啊，万唔通安尼啊！这个事必无临到你的身上。主耶稣啊，你是上帝囝呢，你哪会当互人来定死伫十字架顶？你哪会当来受世间人的苦呢？你是上帝囝呢？”你是弥赛亚，是救主呢？你哪会当安尼？因为彼得无了解，无了解耶稣基督的使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卖互人成灾。因为安那，因为时间还未到，伊爱先互门徒知影，所以彼得就来甲耶稣讲，耶稣即时就讲安那，就讲，伊就挖过来对彼得讲。撒旦退我后壁去吧！撒旦退我后壁去吧！这句话唔是咧讲彼得互撒旦来负心，这个意思是讲彼得在这个时阵安那中计啊，中了魔鬼的诡计，就是讲因为伊若是要哪早耶稣去受钉伫十字架顶，伊就是安那，伊就是中计啊。所以伊就讲因为你毋是体贴上帝的意思，乃是体贴人的意思。因为上帝的意思是安尼，你若是无相信上帝安尼做，安尼你就是安那，你就是体贴人的意思，你就是体贴人的意思。耶稣的指责，他拄啊去考100分的彼得，这个时阵伊就考0分，因为安那，伊是。虽然伊安尼相信，但是伊无真正对心内面知影讲耶稣基督的使命是啥物。耶稣基督的确是要成做一个救主，但是成做这个救主的荣光，毋是透过伊伫地上来带领人来征战。耶稣基督成做这个救主的荣光，是为着要透过十字架来成就伊的救恩，这才是耶稣基督伊真正伫这个世间伊所要做的代志。所以耶稣刷来，伊就对伊的门徒讲：，若有人要跟对我，就当放下家己，抛弃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若有人要跟对我，就应当爱放下家己，抛弃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耶稣教导门徒讲：，恁毋是干那看到我受苦尔，毋是看到我去钉十字架安尼尔，恁家己嘛爱安那效法我的样式，抛弃属伫恁的十字架来跟对我。真侪人对歹十字架有无共款的讨论，有人讲是咱家活命当中所面对的困难。有人讲，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来承受这个苦难。无论是啥物款的解说，重点是安那？重点是耶稣基督讲：放下家己，放下家己，抛弃十字架上重要的，就是爱安那，抱着一个放下家己的心态。放下家己的心态。当你伫面对生活当中各样的困难，也是苦难的时阵，会当效法基督。无体贴人的意思，只有体贴上帝的意思，这才是放下家己。就亲像耶稣基督伫受卖迄一暝，当伊甲门徒伫克西马尼园伫当中来祈祷的时阵，伊上帝祈祷讲安那，求你将这个杯摕走，但是安那照你的意思，毋通照我的意思，照上帝的意思。毋通照我的意思，
所以伫遮所讲的放杀家己、歹弃即个是日价，应当伫咱活命当中是爱做出的一个选择，做出一个选择，选择讲，当咱咧面对信仰的迫害，也是面对虾米款受敌的攻击的时阵，咱会做出虾米款的选择，这叫做放杀家己。咱选择讲，我无照我的意思。我爱照上帝意思，这较叫做放杀家己。我用一个比喻来甲大家来分享。这个图片是伫中国这个湖北省湖北省这个襄阳市伫当中有这个翁啊，就是讲到这个漫画大家看的这两个人是啥物人吗？有人咧看小说的无？这个。就是伫金庸小说当中的人物，就是安那，就是伫宋朝的时阵，就是有这两个人叫做郭靖甲黄蓉，因翁仔某做伙甲襄阳城遮的百姓做伙来修这个襄阳城，修这个城池。因为安那，因为遮的蒙古的军队要来攻击因，所以因就来甲因做伙安那，做伙来修这个襄阳城。这个是郭靖，这个是黄蓉。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咱若是读过真侪这个武侠小说咱拢会看到讲武侠小说伫当中有一个，咱若看电影拢会看到一个叫做 happy ending， 就是一个喜剧结尾，叫做 happy ending。通常伫武侠小说当中，这个 happy ending 拢是啥物款 ending 呢？就是这个男主角甲女主角最后因着结婚因着安那去隐居山林因着去一个所在避起来无搁再退隐江湖，无搁再过问世事这叫做安那，这叫做 happy ending， 就是因两个人最后因着过了因真正逍遥自在、真快活的这个生活，这是伫武侠小说当中的 happy ending。但是金庸呢，伊就特别安那，特别描写讲，这两个男女主角，因唔是 happy ending因最后因的人生的结局是安那，因留落来陪伴这个襄阳城因的百姓，因就做伙伫当中来战争，最后因就因为这个蒙古的军队一直在攻击因，所以最后因就战死伫这个襄阳城。为什么因特别爱描写因是这个？咱讲唔是一个 happy ending， 为什么因爱描写这个呢？伫这个小说当中，伊就特别为因有做一个注解。这个注解就是讲安那，讲这两个人为什么互人称作是大侠？这个大侠就是安那，这个注解就是讲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就是讲为什么因称作是大侠，是因为因心内面。因唔是想家己，因是受到规个国家，受到规个国民。因要陪伴这国民，要甲因同齐做伙来战争。因唔是干那受到家己，要过一个真逍遥快活的日子安尼尔。因是为着要安那，为着要伫这个甲陪伴因所有的国民伫当中做伙来面对受敌的攻击。所以因较会称作是大侠。就是因心内面唔是想家己，是想别人。这个意思就是我头拄仔所讲的，因放杀家己，就是耶稣所讲的，会当舍己，会当歹弃因的十字架来军队耶稣。耶稣所讲的意思就是安尼。所以对咱来讲，咱爱有一个了解，就是。当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一直拢在甲咱讲，爱为着家己来活，爱对家己较好的，咱就渐渐的去，互人想着讲哦，我要选择一个对我来讲较好的一个选择。虽然这无唔对，但是放杀家己的意思，就是无照家己的意思，无照家己的意思，也就是讲，当咱的身份是为着。要为天国来做见证的时阵，咱就安那，咱就唔是干那看到咱家己想要爱的物件，
咱更加是为着要显明耶稣基督的救恩，要显明耶稣基督伫咱活命当中的恩赐。所以，咱愿意为着天国的使命，咱来付上咱的代价，效法耶稣基督放杀家己的心态，选择跟对耶稣基督来行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承担天国的使命的态度，就是咱爱心愿意效法耶稣基督，放落咱家己，放落咱家己，唔通照家己的意思，爱照上帝的意思来行。第二个部分，耶稣继续讲到，因为囡仔救家己性命的，就要失丧性命；囡仔为我失丧性命的，就要得到性命。人若趁到全世界，不像家己的性命有啥物益处呢？人阁会当摕啥物来换性命呢？伫这当中，耶稣讲即句话吼，通常咱对第26节的经文讲，人若趁到全世界，不像家己的性命有啥物益处呢？咱通常伫遮的理解拢是理解安那？哦，这就是咱肉体的性命。若是咱趁到真济伫即个世界当中的财富、名利、地位。但是咱若因为安尼，咱就失去咱的健康，甚至是失去咱的活命，安尼有啥物益处呢？安尼就收无彩啊！但是若是安尼理解，咱就会将军队耶稣算作是咧安那咧计算代价，咧计算代价。咱想要算出讲哦，啥物款的方式，开始真正计算出来讲哦，会当讲安那讲上会合的方式啊，上会合的方式。阮顶礼拜啊，咱学青的聚会伫当中就咧看即个，因为是过活节，所以伫当中有一个咧讲耶稣的故事的舞台剧。啊，咱就伫当中咧看即个舞台剧。咱看即个舞台剧呢，伊就即个舞台剧演了真好。啊，我已经看了真侪摆啊，顶礼拜已经是第3摆。当我咧看顶礼拜看第3摆的时阵，我较注意到一个所在，就是伊咧描写耶稣的门徒当中，其中一个人叫做犹大，就是卖耶稣的迄个犹大。伊就特别描写讲，演出讲，犹大伊为虾米要卖耶稣？伊的心内面的想法是安那？伊就描写讲，犹大伊是一个安那，一个生理人啦。生理人的意思就是安那？就是足够去算讲要安怎做较会好，所以伊就咧计算讲哦，我若军队耶稣吼，我就失去这个失去迄个；我若军队耶稣，耶稣毋是照我所想的，耶稣我本来军队耶稣是为着安那哦，若是对耶稣我会当趁大钱啊，对耶稣吼，耶稣去行啥的心力，甚至是耶稣若是真做这个救主，伊会当去推翻这个罗马政府。我对耶稣吼，我就安那，我就出名，我就有这个名利地位啊。但是安那，耶稣对因讲安那，讲我毋是要为着恁来去做这个代志。耶稣讲我的使命是为着要定十字架。伊就开始咧想讲，安尼袂好，安尼对耶稣袂好，安尼我若对耶稣，我啥物拢袂当得到，安尼袂好。所以伊最后伊开始决定讲，伊要出卖耶稣。亲爱的兄弟姊妹，我想要甲大家分享的代志是，咱咧军队耶稣的时阵，咱会安尼来计算嘛？咱会去计算讲，我对耶稣会好还是袂好吗？我敢会去对耶稣的时阵，会去计算讲哦，我若军对耶稣吼，安尼我会失去这，我会失去迄，啊，想到落尾就想讲，啊无我卖信好啊，我卖信我会当得到的搁较济。实际上，伫世间有一寡人是安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爱明白一件代志。咱爱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毋是教主。因为咱若干那想讲耶稣基督是教主，咱就会想讲安那，咱相信咱爱信这个宗教是爱
为着我的利益，我要得到这个利益，我才要来信这个宗教。但是耶稣基督是救主，救主的意思就是，毋是你，毋是你要你的选择是安那，是耶稣基督先为你放下伊的性命，所以你敢若会当借着相信来得到这个救恩。你敢若会当借着相信来得到这个救恩，这叫做真理，这毋是要互你选择的，这叫做真理。所以，咱若了解这个意思，咱就来定心来看这句经文。这个经文就是讲讲耶稣基督，耶稣讲要救家己的性命，就要牺牲性命；要为着耶稣牺牲性命，开始得到性命。这个意思。这个性命，25载性命，若是甲22载性命是同款的，咱就知影，这个性命毋是咧讲到肉体的性命，这个性命是咧讲到全人的性命，是咧全，毋是干那肉体，佫是咱心内面咱的灵魂的性命。所以，这个肉身的性命，就是咧讲到咱全人的性命，若无有为着耶稣基督来活，有啥物益处呢？咱全人的性命，若毋是为着耶稣基督来活，有啥物益处呢？咱计算这计算迄，但是咱若计算到落尾，咱的活命就是为着家己来活，毋是为着耶稣来活。安尼，咱会当得到啥物益处呢？就算讲咱计算了真济，咱会当赚到全世界，但是咱的活命毋是为着耶稣来活，安尼。咱的活命拢是袂好啊！咱的活命拢是袂好，无啥物益处。因为为耶稣来活，更较赢过赚到全世界；为耶稣来活，更较赢过赚到全世界。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天国的子民的活命，真正的价值是为着要为耶稣来活，是。为着要为耶稣来活，当咱真做教会，真做军队耶稣的门徒，真做伫这个世间当中见证耶稣的见证人，咱的活命爱有这个认捌，爱有这个相信。当耶稣复活教会有这个权柄的时阵，这个权柄，咱摕到这个权柄，咱爱有的两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放下家己。另外一个态度，就是为耶稣来活，就是为耶稣来活。对安尼，咱会当有一个更较阳光的愿望，比这个世界，比赚到全世界更较有阳光的这个愿望，就是安那，就是耶稣讲的，人子要伫伊的爸荣耀内面，当着证书者降临，就是讲到耶稣伊要再来的时阵，伊要讲安那。伊要照着逐人的行为来报应逐个人，伊要照着逐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意思就是，当耶稣再临的时阵，伊要来施行审判。审判对一般的人来讲，会感觉伊是一个无好的代志，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咱应该爱相信，审判是一个好的代志。审判应该爱是一个愿望。为什么呢？因为咱的活命若是真正为耶稣来活，咱所得到的审判就是安那，就是上帝赏赐予咱有奖赏。但是咱若无得到，咱若是行歹离开上帝的道路，咱的审判就是死。所以耶稣基督来审判的时阵，咱若是有照着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来做，安尼咱就会得到这个真阳光的愿望。这是上帝耶稣予伊的门徒知影的，恁的愿望是伫未来，是伫未来。当我搁再来的时阵，我要带予恁有这个真阳光愿望。所以回转来到今仔日咱所讲的主题，今仔日咱所讲的主题，咱是天国的见证人。天国的见证人，咱正做一个见证人，就有一个真重要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我拄仔所讲的，咱必须要真忠心来讲咱所见证的代志，
咱唔通去安那，唔通去做伪证，唔通去甲别人讲哦，甲为着要互人相信耶稣，去讲白贼，去讲一寡其实唔是安尼的代志。所以咱必须要对耶稣有正确的认识，唔是干那甲人讲家己所想的耶稣。意思就是讲安那，有一寡教会，我莫讲啥物款的教会，但是可能有一寡的教会，你去甲人讲，你来信耶稣，你就会安那，你就会趁大钱啦，你就会安那，你就会升官发财啦，你就会耶稣会赐你真正有真济恩典，互你的才会当得到真济好处。有一寡可能有一寡的教会，伊咧甲人分享耶稣基督的时阵，伊毋是咧分享救恩，伊是咧分享讲耶稣会互你有啥物款的福气。但是这敢真正是耶稣的意思吗？毋是，耶稣的意思毋是要互人得到伫世间伫物质顶面的好处。当然有一寡人会得到这个好处，这是耶稣互因有特别恩典，但毋是所有的人拢会照这个方式就拢会得到。耶稣干那要互所有的人拢会得到的，干那一种，就是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为咱定死而家这个救恩。所以咱爱甲人讲的耶稣，毋是咱家己所想的耶稣。咱爱甲人讲的耶稣，是一个无照人的意思，干那照上帝的意思来成就救恩的这个上帝囝，这个上帝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当咱听了今仔日的讲道，咱搁一摆要来问咱家己这个问题：咱感觉耶稣是啥？咱感觉耶稣是啥？就亲像耶稣甲门徒的对话当中，伊所教导的，当咱承认并且相信耶稣是上帝囝，咱就是伫这个基础顶面来成做教会。教会就是这群对耶稣，并且为着耶稣来做见证的人。但是伫这个世间，伫现今的人，其实有真济会当借着无同款的方式来认捌耶稣，但是因所得到的这个资料，无一定拢是正确的。好，歹势，我遮写唔，因所得到的资料无一定拢是正确的。就亲像我头拄仔所讲的，若是咱去问 AI， 会去看到讲哦，会去看到哦，伊会讲耶稣是啥，耶稣是啥，但是这无一定拢是正确的。伊是讲基督教相信啥物，但是其他的人认为耶稣是啥物，所以。教会爱伫这个世代当中，成做一个关键的角色，就是安那会当正确来向世间人介绍耶稣，并且为天国福音来做见证，互人因为安尼会当明白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囝。这才是真正教会伫当中爱做的代志，正确甲人传讲耶稣是啥物人，正确为来甲人见证耶稣。互人会当因为安尼认捌耶稣的救恩，认捌耶稣伫因活命当中所显明极大的疼痛。这就是咱派去十字架行往军队耶稣的道路的目的。咱要怎样来做见证？就是用咱的活命，用咱个人的生活，借着教会的事工，咱会当用这个世界。来彰显耶稣基督牺牲奉献的疼，牺牲救赎的疼，为咱成就这个极大无比的救恩。愿咱的活命会当成伫这个世代当中，成做一个见证人，见证耶稣是救主，见证耶稣是上帝囝，见证耶稣伫这个世间当中要成做世间为伊的救主。为伊的道路，咱同心来祈祷。请通世间人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伫这个世间真济
因为信你名的人，组织做伙，成做教会的这个群体，要伫这个世间当中来传讲上帝你的救恩。主啊，愿你就特别伫你所设立的教会当中来显明你的心意，来带领阮的道路，来互阮伫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阮会当知影，阮的活命是为你来活，阮的活命是伫这个世间要来成做上帝你手中所做美善的工的起头。主啊，求你引带带领阮，互阮伫每一天阮的生活，阮就是靠着上帝你的恩典来生活。阮嘛伫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会当感受到上帝你的疼，你宝贵的救恩。阮就会当伫这个世间来向世间人来见证上帝你的疼，因为阮生甲你有关系，因为阮生明捌你，因为阮生超找你，因为阮生伫你的活命，伫你所想事阮的活命当中，经历上帝你救赎的疼，所以阮才会当来安尼做，阮才会当伫这个世间来见证上帝你的疼。主啊，求你，你着引带带领阮，互阮每一天的道路，就是借着上帝你为阮所备办的，阮每一天对你来活，为你来活，放散我家己，毋通照阮家己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来行，来伫这个世间来为你的名做美好的见证。愿你的旨意成就伫地人，亲像伫天灵共款。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要伫主的面前，用感恩敬虔的心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疼的回应，就亲像咱读倒啊讲道当中咱所讲的，因为咱先经历上帝的疼，咱才会当去向世间人来见证咱的上帝的疼。所以，咱的见证的方式有真侪种，奉献是当中一种。咱会当用咱的奉献来见证讲，耶稣基督伊真正成做咱的救主。所以，咱相信，咱就会当用咱的奉献来，互上帝来录用，来，互上帝会当借着伫教会当中逐项的事工，继续来传扬上帝的救恩。愿上帝引带带领咱，请咱同齐起立，咱做伙要用诗歌来回应咱的上帝，来学乐，来奉献。奋起为耶稣，世界中央精兵，高举尊严的军旗，光传我主为名，一阵一阵的战胜，主要统帅全军，地高烧着龙啸灭，基督耶稣为君，奋起为耶稣，主名我必呼召，经过艰难甲危险，大胆努力地冲，受着各这各乡命，主兵惊动奋勇，也是为耶稣，我要到底尽忠，奋起为耶稣，专心靠主领领，必胜无敌人济招，完全靠主攻击，征战不成平下去，唔通我靠家己，率领军众着情敌，竟胜基督无线，奋起
阮去为耶稣奋战，是你无济。今日虽听干歌声，明日就走开歌，将心心安的成者，必得我命冠冕。家主当时当歌，我当向王冠永恒。咱当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亲自坚固你的心，互你伫这个世代当中刚强站立，忠心活出天国子民的身份。无论伫什么所在、什么时间，拢会当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疼充满你，互你甘心派去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伊，甲主当受苦，当得荣光，彰显上帝国度的真实甲荣美。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引带你，更较深认捌耶稣基督，拍开你属灵的目睭，互你看见天国的荣耀使命，勇敢为主来做见证，荣光主的圣名。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你三个同在，特别要甲你厝邻的人三个同在，对答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崇拜就到这。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